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澳門六合彩第2025-2020期嘅現場攪珠直播。今日我順便為大家主持本期嘅現場攪珠。大家可以睇到六合彩攪珠機裏面有1至49個隨色號碼球。接落嚟，我哋即將開始澳門六合彩第2025-2020期嘅現場攪珠。今晚特別號碼係47號。今期澳門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，我再為大家重複一次，分別係22號、21號、42號、41號、11號、15號，而特別號碼係47號。如果大家想查詢澳門六合彩嘅種種結果，歡迎瀏覽我哋嘅官方網頁。今期澳門六合彩就此結束，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